北京當日舉行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，雖然有10個國家參加，不過其中有96%攏是中國製造的。其中有一項走100米的走標比賽，中國機器人以9秒39的成績打破咱人100米走標的世界紀錄。現場的觀眾按呢大聲喊囂，人形機器人先衝過終點，成績是9秒39，打破加馬加底走名將波特在2009年柏林世界電競錦標賽9秒58的世界紀錄。啊，那會前的練習賽，各別的機器人走出9秒32的世界紀錄。正式的名號做是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。這場賽事其實是各國來展現人形機器人研發成果的盛會。10個參賽的國家當中，地主中國的機器人就佔96%的參賽名額。自開幕的運動員進場到各項的表演，全部攏是機器人在做的。廠商的工程師是攏在邊仔陪伴安安，密切來觀察家己島的產品表現了如何，嘛隨時來做調整，也閣有修理。就親像人類的運動會同款，這場的機器人運動除了電競，也閣有球類武術表演。啊，那機器人佇咧頂懸犯規，人類的裁判同款是會發出黃牌警告。我們國內的機器人發展實際上是比較晚，起步比較晚，但是我們發展比較快。像我們現在的語數機器人啊，從經濟上以及其他的，我感覺全方面的發展都比較好，而且能大幅度提高我們國內整個機器人行業，甚至說會帶動其他的一些行業同時的來發展。英國的《金融時報》分析就講，中國大力來推動機器人來研發，重點就是放佇咧這甲人工智慧會當來小夾小牽成。不過依照目前的發展模式，有關是由政府出錢來牽成機器人產業，也閣有訓練中心，並且由訓練中心付機器人的費用，研發業者則閣向訓練中心來買資料。啊，不過根據《金融時報》的報道，有投資的基金的意見認為，政府佇幕後咧牽成這款的發展模式，敢真正會當帶動機器人的需求，吸引民間的資金，這是也閣有疑問的。就親像佇咧比賽場頂懸的機器人，若是跋倒啊，是無法度家己徛起來，需要有人佇邊仔用軟橋甲扛走，顯示機器人也閣有規個產業，也閣有誠大的進步空間。公視新聞，徐嘉玲編譯。